抖音終於突破10萬粉絲啦！感謝大家嘅一直以嚟嘅支持，真係好開心啊！因為我冇諗到咧做抖音會有10萬粉絲，開頭咧做抖音咧都諗住拍嘢啊，介紹下日本咁，估唔到今日有10萬粉絲，感謝大家，感謝大家！唔知大家係從邊個視頻開始睇我嘅咧，開始關注我嘅咧？生我樂啊，男版嘅採訪啊，定係為撐粵語咧？大家評論區話俾我聽，等我回憶一下好唔好啊？顧翻呢2年做抖音嘅歷程咧，其實我一直堅持一個原則，就係粵語，一直堅持用粵語嚟做抖音。好多人話豪哥啊，你做抖音咁耐，點解一直用粵語唔用普通話啊？咁樣會流失好多粉絲啊！其實我直播都經常回答呢個問題，冇錯啊，係會少好多。但係講真，3個字，撐粵語，冇其他嘢。雖然我人喺國外咧，但係我撐粵語嘅呢顆心咧係永遠唔會熄滅嘅。同埋咧，我係想通過呢個平台咧，自己少少嘅力量咧去推廣粵語，去讓更多人願意講粵語，等粵語繼續傳承落去。Nice。諗翻起啱開始做抖音咧，其實真係好辛苦噶，諗過好多時候想放棄，自己拍視頻，自己剪，自己去諗，冇團隊，全部係個人，咁所以其實做自媒體咧係好辛苦嘅。但係我咧都係一樣堅持落嚟。因為講真，你做一樣嘢你唔堅持嘅話咧，一開始你唔好做啦，不如係咪咁講啊？就係大家咧關注我咧，唔係粉絲，大家係老友記、街坊，所以我咧其實唔係咩明星，亦都唔係啲咩大網紅啊成咁，普通人一個。所以大家希望多多咁支持我、關注我。仲有就係豪哥都有做抖音帶貨，都做咗成年幾噶啦，希望咧之後能揾到更多靚嘢介紹俾大家用，好唔 OK 啊？感謝大家支持啊！感謝大家支持10萬粉絲，太開心啦！OK， 視頻最後都係嗰3個字，撐粵語，拜拜。